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4国组成的安全对话组织外长们的会议前夕，向媒体发表了声明。针对一名记者致在印太地区与中国的一个冲突是否不可避免的提问，布林肯称没有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需要美国和盟友为基于规则的一个秩序而进行彼此支持。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指责美国利用四方安全对话组织来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民主标准。访问罗马尼亚期间，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在米哈伊尔·科加尔尼恰努军事基地同罗马尼亚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及其周边地区增加了军事存在，欧洲存在新武装冲突的风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周四表示，我们希望中国能发挥作用，鼓励俄罗斯做必要的努力，以化解危机。格林菲尔德表示，中国在安理会上曾就保护国家领土完整表达了强烈的关切，而俄罗斯目前正在对邻国的边境领土完整构成威胁，这正是俄罗斯目前的所作所为。有美国记者的新书披露，特朗普卸任后声称仍与金正恩保持联络。纽约时报记者哈伯曼即将推出的著作披露，特朗普卸任后向幕僚表示自己仍与金正恩接触。哈伯曼指出，特朗普非常重视与金正恩的关系，他多次向其他人提到与金正恩维持某种形式的沟通。特朗普曾在2018年表示与金正恩有书信来往，他们曾经2次举行峰会及在板门店会面，但最终无法就朝鲜半岛无核化达成协议。日本外务省发布消息称，鉴于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已将危险等级调级到最高的4级，呼吁在乌克兰的日本公民立即撤离。外务省的声明中提到了在乌克兰接壤的白俄罗斯举行的俄白联合演习，并提醒俄罗斯军舰正在黑海航行。中国呼吁美国在为解决贸易分歧而签署的一期协议执行期间取消额外关税的增加和贸易制裁。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声明中强调，中方为协议的落实做出了一切必要的努力。高峰还要求美国不加征额外关税和制裁。美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发表声明，对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个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表示欢迎。该报告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评估废除和修改其对东突厥散维吾尔和其他少数群体进行就业歧视的法律和做法。